你有病啊！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我辛辛苦苦挣的钱，你还想拿走？你这招狗咬狗太狠了吧！大人，我敬你。好酒。大人，捉金姐姐和离的事就拜托你了。好说。好，来，再喝一杯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实在是冒犯了县令。你怎么搞的？大人不好意思，捉金他有眼疾。大人，咱把鞋拿去洗了。不是，去。哎呦！你们呢，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把我打成这样，让我损失一大笔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经查实，赵长威家暴其妻属实，账100，账100。贪官收了我的银子，出尔反尔，还收了他们的贿赂，还私自对我用刑，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？还有王法吗？混账！公堂之上岂容你如此嚣张？在这个地方都敢如此跋扈，可见在家里你对你老婆是何等的羞辱和虐待！账200，账200，账200！狗官，你贪赃枉法，颠倒黑白，我要上京去告你！告你！怕你不成？现在就宣判和离，家产平分，家产平分。退堂，把他给我押出去！你这狗官，你这狗官！拜拜。谢谢妹夫，这次多亏有你帮忙。姐姐，以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你家，安心的住下。白哥哥，白哥，全是送给你的。谢谢姐姐们。白哥哥，你也太了解我们女人啦！白哥哥，我要嫁给你，就是当小妾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就是，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就是当牛做马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妹妹，这么好的夫君，你还假装瞎子想离开他呀？谢谢姐姐们的厚爱，可是我已经有娘子了，而且也不打算娶妾，所以你们大家还是去找更好的男子吧。谢谢你们啊！白哥哥，你不要走嘛！